要講嘅係 Pod Firm 突然間執笠，呢啲完全都唔係啲咩新鮮嘅事情。其中舊年先至崛起嘅 Thunder Firm 係食相最難睇嘅例子之一。呢間公司都係用超平嘅考試費，大約係幾十蚊美金作為招來，仲揾嚟一個印度嘅神級 trader 作為背書，谷行廣告費宣傳成功 pay out 咗9500萬美金，大概係7.41億港幣。聽落呢間公司財力雄厚，都係定過抬油㗎。不過最終紙都係包唔住火嘅。舊年11月就有人揭發呢間公司偽造咗出金記錄，仲唔淨止一單，仲涉及咗抄襲另一間公司 Fundernix 嘅網站。東窗事發之後 ，Thunder Firm 就關閉咗個網站，立走晒所有嘅考試費之餘咧，仲凍結晒所有用戶嘅 account，8500萬美金就咁下落不明啦。當中受害者主要都係新手，但係你唔好以為入世未深先至會中招。我係 Wing Sir，一個研究咗貨幣同 AI 程式策略好耐嘅人嚟我嘅分享會，你會知道點樣用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學識程式交易。